发现是你的愿望，海绵宝宝，那就敲敲脚板。你渴了吧？伟丽，这个是用台南凤梨打的金钻多多吗？看起来超好喝的耶！除了金钻多多，我的凤梨绿茶又香又甜，而且刚好有金钻凤梨那种甜蜜蜜的酸酸甜甜的滋味，非常的好喝哦。而且金钻凤梨除了富含叶酸维他命 C 钾离子对于我们爱漂亮的女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A few moments later. 台湾的农民非常厉害，凤梨除了有苹果香气、牛奶香气、桂花香气等品种，还有释迦凤梨，直接剥来就可以吃了。像我一样不会削凤梨的人来说，非常方便哦。台南是台湾种植凤梨的第2大产区，凤梨在夏天可以拿来入菜，包括像是我们的凤梨炒饭、凤梨虾球、夏威夷披萨，被范围非常广呢。那可不是，台南的凤梨香又甜。现在疫情解封啦，很多人都冲国旅，要不然就是冲出国。但是我们的阿哲市长也没闲着哦，他带着我们的关庙凤梨冲到东京，冲到香港，冲到全世界呢！哇，这么厉害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理事长来，我们准备公会。凤梨心。好来，它的声音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么的脆，对，因为鼓声跟骂声有差，所以鼓声跟肉声，有一首歌，市长来了，现在很多人是好像有人是2组、3组、5组、7组在订，对不对？2023台南凤梨红水季婚礼所得制。好，然后关帝爷凤梨酥赞不赞？赞。6月我们全台湾都在盛今年第2次了，今年是第2次，因为前年、去年也都有那除了凤梨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台南的农特产品，像等一下又要去你的选区看芒果还有等一下下午又要去看我们的兰花还有看这个我们其他许多农会包括文旦，还有包括其他很多好的台南农特产品。部分我们在东兴食品产接触了蛮多的通路商，所以说很多通路商对于台湾的这个包括芒果的果丁、凤梨的果丁那个时候芒果还没上市嘛所以说拿一些冷冻的果丁，他们的印象都非常好。所以说我相信今年应该经过政府的大力行销，还有民间的自主努力，我相信今年的果品的出口应该还会比去年比起来应该还会更好。
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位伫台南麻豆区的台湾首府大学，将伫7月31来停办。台南市议员陈秋红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建议市府伫学校退场以后，希望会用承租作为市府或者是部分局处的办公处所，并且提出市政迁移。翻转大溪北的看板，请市长来签署。对此，市长嘛回应会来慎重评估。是啊，在这个地方只有200多万，而且有这么漂亮的建筑，如果我们市府能够来迁移到首府大学这个地方，那势必会带动整个大西北的发展。我们不要只有注重在西南嘛，应该南北都要均匀一下。我们是很有意愿去接了，不过因为它原先的它的建筑物大概20年了啦，因为它建校到现在大概20年了啊，所以说它20年是算是中古屋了啊，但是还算维护得不错。那可是因为它有欠中央钱，当初学校要在停止停办之前呢，因为有跟中央借的钱，跟教育部借的钱来做一个支付薪水以及资遣费的。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的这个钱，所以负债大概将近2亿，1亿多哦。然后这个现在的董事会，原来的董事会已经退出了，现在的董事会是教育部指派的，所以他要把学校完成清算，清算之后才可能给其他人。目前为止，中央跟地方都有表态，有机关愿意进去。议员表示，该位置不但伫台南的中心点，而且交通嘛方便。敢若是校区到16.5公顷，如果加上周边大塘的土地，面积将近40公顷。以学校目前一栋的租金大约250万，甲邻近中野、小龙文化园区的租金比较起来，相差真大。议员除了关心市政中心，另外嘛对着学校停办、学生转校的问题，嘛希望教育局会用的关心协助。台南新闻联跟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本土性的天狗日自爆发以后，到18号总共累积14个确定病例，平均每天拢有1位至3位的病例出现。对此，议员陈碧玉伫市政总质询嘛特别关心，为了避免引发民众的恐慌，希望市府爱做好防治的措施。每一天咱伫报纸看到，伫媒体看到，拢是讲咱台南市有登革热在发生，然后大家拢有2粒、3粒，安尼在发生吼，每个这样的例子吼，我觉得看起来会觉得人民会恐慌啦吼，因为这登革热的代志吼，我刚刚吼，咱真正市府爱慎重去处理啦吼。市长，你要补充吗？我跟议员报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些每天1例、2例、3例一直这样出现哦，坦白讲，目前为止了哈，不是未来的，伤害性不大，但是恐慌性极强。真的就是恐慌的问题。大家会因为目前为止这个案例还在局限在这个社区里面，但是如果整个台南市大家都恐慌，这不好，不要造成过度的恐慌。但是我也认为说要在初期哈。要赶快把这个该做的环境滋生源消除，还有化学防治该做的做好，避免它扩散，因为一旦扩散就更困难了。真的，因为最近也是下雨的季节嘛，那下雨的季节积水容器又很容易产生，所以咱一定爱配合地方、配合的基站、配合着咱的社区，赶快去把这个积水容器的问题赶快把它清除啦。所以这个区里的防疫志工即摆拢在启动啊，也拜托讲咱的家父大家真正爱帮忙爱注意。除了关心天狗日的防治，另外伫儿童受虐待安置方面，因为其他县市伫直系2等亲、阿公阿嬷安置时拢有补助，台南市却无。对此，议员嘛建议，希望经济困难的部分，市府嘛应该来补助。对此，市长回应会来评估。台南新闻联跟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永康区人口数上济，议员林彦洲为了争取永康里的活动中心，伫原永康区公所民政科第2办公室，也就是永康区永保段536地号。如果会用加永康国小的校舍铁柱来重建，
总面积大约340平，希望会用得起活动中心。对此，市长回应，伊伫个4档内就增加41个活动中心，如果用地无问题，会来考虑。针对呢永康里活动中心呐、我想拢无一个土地当做诶。那呢让我看得非常心痛。我找了很多土地，包括呢，我们现在的区公所已经有要做他用，那没办法给那个我们永康，就是永康里的活动中心。但是呢，我找到了一块土地，我想市长针对呢那个我们那个永保段0536的地号。这个土地现在是我们民政局的民政课第2办公室在使用，但是它旁边刚好有2间是永康国小的，这不用征收，这也可以不用征收，我们应该对。所以如果哪是讲各里要一个活动中心，我想我们台南市政府也没这个钱，那也没有这些土地可以说1里1活动中心，那刚好这个地方。有341坪，那我们300坪以上就可以来盖活动中心。我可以承诺，在我任内一定替永康里来找一个活动中心，包括这个也列入考量。好，如果有土地，因为我过去4年已经增加了41个活动中心。好，市长，谢谢你。如果有土地在哪里，我都没有意见。另外，针对最近真侪性骚扰的事件，议员上午伫个议事厅嘛来揭露一件环保局某一个区队伫个公开大众。疑似性骚扰的事件，对此市长嘛回应有接到检举，不过议员表示，针对性骚扰绝对是零容忍，要求市府一定要来处理。台南新闻林跟张硕伟采访报道。2022年世界经历了真侪冲突，包括俄乌战争、台海对立的局势，连带嘛影响着全球的供应链的失衡。其中团报的形态甲媒体嘛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因此今年中华团报学会年会主题就定为冲突下的传播辩证。会中举办侪场的专题演讲甲论文的发表，其中伫个后疫情时代，如何运用公用甲地方频道，发挥媒体禁用功能，由国家通讯团报委员会委员王维金教授来主持。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陈炳宏，甲地方有线电视的业者共同座谈。NCC 在对有线电视的这个换照跟评鉴啊，我们会做3点很重要的这个要求哈。那第一就是要求这个公用频道，它的这个地方团体或地方民众产制的内容的占比必须要拉高。那政府还有地方政府，它的这个内容的占比啊，必须要下降。好，那对地方频道的部分呢，我们会要求说，内容生产的投入资源必须要承诺要增加。那特别是这个地方频道的这个新闻时数要去增加。那我们也会针对有些区域，譬如它有原乡啊，还有这个特殊的文化区域啊。那希望说这个有线电视可以去多一些的这个生产补助，去补助这些特殊的文化区让他们可以生产更多的在地内容。很感谢中华传播学会今年可以在台南市这边办年会那中嘉宽频3光网双子星有线电视也非常的荣幸，被邀请来参加分享公用频道宣导跟这个我们的相关执行的一些方法的经验那双子星跟3光网有线电视其实在台南经营公用频道也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也透过非常多的方式来做公用频道相关的宣导以及节目的相关的制作，也希望透过这次这个座谈会的方式呢，也让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来了解说台南市公用频道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来使用的一个频道，那也非常的欢迎，希望大家可以来踊跃申请，那让大家的作品可以在公用频道这边跟所有的人来做分享。会中虽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甲教授拢认为，虽然全台民众有听过并且看过公用频道的人口大约14%而已，教授嘛坦承，一方面疫情期间透过公用频道来播送防疫宣导的时，无好好宣导公用频道。另外业者嘛表示，
时常会当到影片的内容，应该牵涉到版权等问题，希望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会用个帮忙来解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立委陈天辉相当关心台南市安南区六地寮排水系统治理工程，希望会当真正解决水患问题。开工典礼，请动土。工程分为3个工区，去年3月开始动工，目前工程进度有的已经超过80%，有的连1%拢无到。经过立委陈天辉了解，是经费出了状况。因此，今仔日邀集水利署、南下甲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协调处理。跟水利局了解，原来就是包括物条，然后包括有一些工程进行之后才发现说可能护岸要加强的，或是有一些变道等等。那这些都是必要性的工程。那所增加出来的，当然有增加这些工程预算。会中达成协调，将对2工区甲安南区追加2000万以及4600万的预算，由市府照工程进度先行带电经费，明年搁再由水利署优先编列预算支用。1工区的部分，因为目前工程进度无到1%，就先观察半冬的进行状况，搁再伫明年初进行检讨，到时搁再将欠款的经费填补水利署编列预算。针对1工区的部分，目前所报的大概是差了1亿多，可是是不是只有差1亿多？我觉得就是这半年先了解状况之后，然后呢，在明年再报我们水利署的一个治理预算。今年2工区一定在10月如期完工，明年呢，这个1工区的部分一定要在汛期前，一定要比他们目前所预计的7月还要再超前。陈天辉要求市府2工区一定爱伫今年如期完工，安南区工区一定爱伫明年前期进前完成所有的防汛相关施工，而且工程进度一定爱减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飞龙船比赛是全台湾历史上界悠久，传承到今已经超过300档。其中为贴18号以传统鼓励亲自主持这工，自运河安业桥到升天桥之节，用请水神、加龙船等仪式，祈求赛事平安顺利。我们1年1度的专邀请人，在此我们2023年惠安市国际龙舟锦标赛，迎来的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度过。因为疫情停办2档的台南国际龙船锦标赛，今年总共有103支队伍参加，有超过2000位选手车拼，竞争相当激烈。开幕典礼上，选手拢充满自信，要来争夺上悬30万的奖金。随后，知名火舞的精彩表演，用水龙甲火龙结合的重头戏，将活动炸入上高潮，吸引上万民众参观。在凉爽的清风中，我们共同迎来112年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也就是我们2023年我们许多文化活动在这个时候就陆陆续续展开。我们的龙舟赛今天开始，18号开始，一直到22号，这5天的时间，总共103队来参加竞技。我们总共有12艘大型龙舟跟小型龙舟。这可以说是参赛的队伍从过去因为疫情停办以来算是最多的已经解封后第1场大型的国际龙船比赛，邀请大家19号到22号做回来台南运河为选手加油打气。
记者综合采访报道。台南市原蔡立青区调性邀集警察局、教育局、消防局以及各学校代表联合召开记者会，来了解校园各项安全宣导进度，要让家长会当放心。那如何在剩下的2个礼拜呢？我们加紧脚步，在孩子放暑假以前，我们把应该有的安全须知，再全部的跟我们孩子们教育一下、复习一下。让他们在2个月的暑假里面，可以很安全。议员伫会中要求所家进前，要完成求职诈骗、毒水救生、毒品防范知识、交通安全、校园霸凌等安全宣导。会中消防局表示，每学期拢会定期到学校做宣导，也会针对入门的省水景点来加强巡逻。发现小朋友有一些这个不正常的一些作息的话，一些穿着的话，一定要试图了解他，然后也可以打给我们当地的分局，也可以打给我们少年队，我们24小时随时来提供服务。警察局少年队也伫咧会中教大家辨别毒品的种类，要安怎去防范。教育局也会督导各个学校尽快完成校园安全宣导，确保学生伫校内校外安全。每年我们对于这个暑假要开始之前，都会发公文把相关的注意事项结合这个消防、警政、防毒、诈骗等等的议题把它整合起来，来发给各个学校有一个注意事项。那同时也会有市长的一封信、部长的一封信到这个各校来，然后所有的校长甲老师嘛是个爱继续宣导一寡的啦你干那客人这几个单位去宣导，可能他们的人员能力也有限所以说应该是麻烦学校这边再做一个加强的宣导这样子啦。最后各单位联合宣誓，将会斗阵合作，加强家长甲学生的安全知识，为学生的安全严格把关。台南新闻杨胜怀采访报道。凤山区文山里马路旁的凉亭里有一口300多年的古井，当地称为龙目井，水源相当丰沛，旁边还有集水器，方便民众取水。不过最近因为南部干旱，井水的水位率有下降。都不用免费，只是怕最近因为没有常下，怕水量会减少。我们那边我跟苏前里长，我做一个水筏古早的水筏咧大家会当取水方便我们文德国小啦，还有文山高中都曾经来家户外教学，这是我们的用意，希望有文化的传承跟艺文的推广。为了保护古井，里长和里民特别在古井旁架设凉亭，并且认养一旁的国有地作为社区入口的小花园。平时里长们都会用一旁的井水来浇花，在大家细心灌溉之下，花园里各种花草树木都长得特别茂盛。这地下水足好的啦。了这拢会发青吹出来，有矿物质的，钱拢里长因开钱就用水筏咧防险啦。这边是用围篱的垃圾我们把它做清除，包括龙目井拢是阮一步一脚印改清除、改进、改造，较有这个利美化才水。而在古早年代，居民都是拿这口井的井水做出这里有名的恰刷粿，特别软 Q 弹牙。现在虽然都改用自来水，但仍遵循古法来制作。附近仍有好几家在做恰刷粿，一做就做了3代。伊这款做就对我真诶找这款做就对这是咱咧讲的迄款美利基就是讲红块红块画就对下面这R3伊这款茶就对咧冻应该拢50-60年无问题所以讲我真诶做像迄较早迄旧的人床因为阮老母舅个做新的旧的人床无用迄就对现在南部虽然水情吃紧，但文山地区的居民仍相当珍惜龙目井提供的水源，也希望过去的好水孕育出的恰刷粿能够继续飘香，成为地方一大特色。那个恰刷粿会当互规家凝聚力，甚至会当赚外快，贴补家用，延伸到现在的恰刷粿。这个恰刷粿品种品相越来越多，很好吃而且我们夏天还有那个荤桂、荤糜、鲜草。
道，我们甚至各节庆都有它的柜的名称。啊，希望有空的话，大家可以买来品尝，那是也算我们恰山的一个特产。水源可以滋养万物，但随着气候异常，南部每年都会遇到水情吃紧的状况，让靠水为生的地方产业也受到影响。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